迎收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蔡欣怡。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 DSCA 在26日时公布，国务院已经批准军售台湾价值23亿7千万美元，也就是新台币大约678亿元的鱼叉飞弹海岸防卫系统，并知会国会，有望在1个月后就可以生效。而 DSCA 声称，这可以让台湾的防空选择更具弹性，如果面对海上侵略，这套系统也能有效达到防御作用。然而，就在此军售消息传出的第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上宣布，针对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新一批武器军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中方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对参与此次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以及相关人士实施制裁。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也在第一时间报道此事，认为此举是美方又在挑衅中国。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而现任美国总统川普也在美东时间24日的上午前往佛罗里达州进行拉票以及造势活动。结束后呢，他前往一座充当投票所的图书馆投票。投完票之后呢，接受媒体提问时，他笑称：“我投给了一个人，他叫做川普。” John, whenever you're ready. Right. Charlie, I'll show you through here. But you have a wonderful voting experience here. Thank you, we will. Let's go. Make way. No, not much. It was a very. President, who did you vote for today? I voted for a guy named Trump. Thank you very much. 回到国内，国民党25日下午举办了台湾光复节纪念音乐会的活动，而除了主席江启臣之外，前主席马英九、朱立伦以及吴伯雄等人都到场参与。而会前呢，江启臣接受访问时，面对民进党执政当局刻意淡化台湾光复节仪式，江启臣呢，他表示，执政当局刻意淡忘遗忘历史是不对的，并强调历史是不容切割的。不要把历史做切割嘛，历史是持续的不要只切割某一段，然后只讲某一段，应该要让大家能够看到完整的史实。那其实今天我们办这个活动，也是希望能够去凸显75年前
台湾光复的一个历史事实。党务人士希望你选桃园市的，蛮多是谁啊？就是我怎么都不知道。真的不考虑吗？我目前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党务工作跟立委工作，就是我现在心中的想法。我还是一句老话，真正的我们要努力的重点就是深耕基层，我们要了解民意。尤其桃园是我执政8年的地方，那我非常了解这个地方呢，很重视的，除了大家彼此的情感以外，而且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所以我们国民党一定要真正的能够找回主流的价值，能够让年轻人认同，这样我们国民党在桃园，在很多地方都会胜选。所以江主席会是那个人吗？我等一下问一问他。不过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找回我们的主流价值，能够获得年轻人认同支持，国民党不会只有一位，是很多位都能够胜选。所以这时候我们才能够发挥整体。的活动，那民进党批评说这是在跟对岸唱和一中。那您今天早上在脸书有发表的一些意见，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说我们跟对岸唱和，这叫做莫名其妙。因为抗战胜利啊，是我们中国国民党蒋委员长领导的，我怎么会跟他唱和呢？事实上，当然在抗战的时候，中共他也有部队参加对日本作战，所以他也有份。但是你不能说我们现在就跟他唱和，讲这个话的人完全不了解台湾的历史，完全不了解中华民国的历史。总统，那你怎么看？光复节他们民进党都可以抹红，那包括现在对于中天这个案子哦，他们也打算扣红大帽嘛？但是说就新闻自由或言论自由的角度上来讲，民进党会堕落到这个程度吗？今天中天这个新闻台听说要被关了啊，真的是不是只是关一个新闻台，这是杀了我们台湾的民主跟自由，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好，谢谢，好不好？谢谢。台湾气候闷热潮湿，加上逐年下降的空气品质等环境因素，导致台湾地区儿童过敏的比例将近1/3。但竟有高达70%的家长看到了过敏警讯，认为这些征兆只是一时或是偶尔发生。而为了让家长更加重视儿童的防敏观念，台湾过敏气喘暨临床免疫医学会邀请了中研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潘文涵博士，分享自己的亲身体验，希望能够提升家长的忧患意识，立即行动，为孩童打造一个抗敏体质。来，天上来这边。很多父母跟我一样，以为小朋友皮肤上有疹子，不断的抓痒，这些问题不会有什么影响，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一开始真的是想不到，我儿子在成长过程中无法专注，容易分心、发脾气，甚至发展成过动、妥瑞氏症，竟然是因为过敏的缘故。如果回到当初，我若知道过敏的影响这么大，我会特别注意过敏警讯，立刻行动调整体质。很多人都问我是怎么发现过敏、饮食习惯会影响过动症的，是因为我儿子天任是个过动儿，我因为爱他的关系，会留意所有他身上的细节，他一直以来有的疹子、皮肤瘙痒、鼻子不通、睡觉的时候张大嘴这些现象，才注意到过敏和过动症的关系。我之后投入10几年做研究，发现过敏、血清素偏低以及饮食不当的确会造成过动症。那么许多过动儿也有过敏体质。我儿子的成长过程很辛苦，若是当年我们就知道过敏控制的重要，及早发现过敏小征兆，处理过敏，改善体质，他的成长和学习就不会那么辛苦，也会减少我们父母所受的煎熬。很多家长容易忽视皮肤上的小红疹、泛红、瘙痒等偶尔发生或很快消退的过敏征兆，而没有立刻行动预防过敏。但其实家长关心的免疫力、生长发育、消化道健康，甚至是情绪问题及学习力，都会受过敏影响。要预防过敏，饮食是相当关键的预防。最好为宝宝哺育母乳，母乳不足或过敏体质，可以选用精准水解配方奶。
而且妈妈本身从怀孕开始也要避免摄取塑化剂、油炸等食品，才能维持宝宝的长远健康。胎儿从受孕到出生的1000天内，是奠定未来发展与健康的重要时期。孕妇的生活形态和饮食习惯与营养，都会影响宝宝成年后的疾病或健康。艺人吴宗宪26日录制节目综艺大热门前开直播，跟粉丝话家常。他透露呢，自己3-4天前去打了流感疫苗，现在呢整个人是晕眩不舒服，像喝了2瓶威士忌。他呢还交代鲁鲁跟陈汉典要好好发挥，担心自己在录影时撑不下去。他建议民众呢先评估自身状况，再去施打疫苗。现在整个人是昏的，我去打了流感疫苗，我打3-4天了，结果现在整个那个我的世界是晕眩的啊！我后来后悔了，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要录那个综艺大热门，但是我现在整个人是昏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各位，我去打了流感疫苗，就家里会。其实我一辈子都没有在打，我觉得好像一辈子都没有在打的人就不要打了，为什么？因为好像我们本身抗体就很好的人呢，就不要给搞了啊！我说给搞啊，他们就说叫我去打一下，啊，结果一打，哎呦喂呀！我已经我打第几天了？3天还是4天？我打3-4天了，结果现在整个那个我的世界是晕眩的。那刚刚也打去诊所去询问了，去问一下说那怎么办？他说还要回去诊所看一下，我就觉得算了。就刚好我在 FB 上面不是 IG 上面不是贴了那个他们那个诊所里面有一堆很可爱的玩具呢。对啊。啊，大家身体要健康哎，然后今天要录那个大热门，我不知道我撑得住撑不住，然后现在整个人是刚在家里真的整个人是这样，我的世界是旋转，不要旋转我，哎呦呀要修，然后他那种症状是很可怕，对啊，对。没有那个习惯，真的不要行动，我不会失去我了，放心了，我还很健康了。对啊，对，应该让自己身体可以有抗体，这样是比较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我后来我后悔了，因为我这一生都没有打过疫苗。对啊，整个瘦了嘛，因为瘦了整个。皱纹就变很深，然后每天都笑到这边都约纹，但是我的身体素质还好的一点是，他们不是做那个身体素质检测嘛？你的皮肤是几岁啊？然后你的皮肤是几岁？然后你的身体是几岁？我皮肤大概是40来岁，然后我的那个身体机能。各位听好哦，28岁，很强悍，要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可以把球打那么远，对不对？高尔夫球还是打得非常好。然后呢，瘦一点还是好一点啦，因为胖就负担很重了。那今天我等一下去跟汉典跟露露讲一下，叫他们今天要多担待。宪哥，我想今天要靠你们2位了。怎么了？因为我打那个流感疫苗啊。你去打疫苗？我就不应该去打流感疫苗。不是，我4天了，然后当中有2-3天，我现在是要随时要扶着。真假的？所以没事。对哦。已经4天今天录影可能就要靠你们2位了。不会，等下第一期啊，算是给宪哥注入一个强心剂。我拿那个给你吃，我拿东西给你吃。好像不像。对，不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嘛。你的身体那么好，你怎么？不是因为我身体里面的抗体已经很好。你有那种马的。对啊。
对，妈的，妈的金子，我真的因为得过白喉，对呀，那以前打过那个白喉的那个，有马金哦，对呀，不能再妈的4天了，还在头皮吗？现在是晕的，我现在是晕的，现在是。那你等一下就，你们如果看我有一点痛，往后倾，给你踩，嘿嘿嘿，观察着这样就好，没问题。哎呀，你多喝水就可以把它代谢出来。对啊，多喝水嘛。宪哥不太喝多点把它代谢出来，是吗？好一点。对，因为你就一直去尿就好了。因为如果有打针不好，你就一直多喝水把它尿掉。节目《饥饿游戏》开播4周年，上周6主持群王仁甫、孙协志以及许孟哲出席了粉丝见面会，吸引了上百位粉丝出席。许孟哲今年升格仁甫，表示有了家庭后呢，在节目上玩游戏会以安全为第一，也透露你预计年底将补办婚宴。谈到红包会包多少，王仁甫呢则笑说：“这要看交情。”钱就伤感情了，但是到5566到现在也快20年了。就是因为这样讲钱才伤感情啊！回去翻礼金簿看他包多少。掌声欢迎主持群出场，有请孙协志、王仁甫、许孟哲。好，3位主持人尖叫，再一波。没有。好，我们正在这个红点这边，我们现在先让这个摄影大哥先拍张照，3位先合体拍张照。摄影大哥，我们的直播也是继续，或者是你们可以叠罗汉或什么的。他们今天知道我是主持人，应该蛮紧张的。我觉得玩游戏的时候考虑会更多了，对，因为我觉得现在以前玩游戏就是没关系，反正什么东西我就是冲，但是现在冲的时候会先想到第一个想到的是安全，对，然后会想说，虽然我们节目一直以来也不会说真的玩到那种玩命的那种游戏，但是很多时候你还是会想说要顾虑到自己的安全，然后比如说你不想要受伤，因为你还有其他，要么也是其他的工作，那要么也是说我不想要，家里在顾宝宝已经很忙了，那如果我自己受伤又变成是一个负担，那我就会考虑到这一块。就我觉得人的缘分本来就是很微妙，对啊，我自己也经历过了一些事，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好像很多东西你想太多了或干嘛了，好像也都没有意义，所以跟着时间走，然后该到那个时间点会发生什么事，比如说孟哲也是突然之间有小孩了这样，那我觉得就老天爷该这个阶段该让你得到什么、拥有什么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有。那拥有了之后，就是我们大家要很努力、很珍惜的去把所有的事情做好，这样。这个人选还在想。找协志跟夏云呢？我不行了啦，离过婚啊。对啊，当然不行啊，而且伴郎没有年纪也不行啊，结过婚了也不行啊。对啊，现在不能比新郎年纪大吧？我记得。没年纪可以的吗？年纪是可以的，年纪好像是还好。不会。6位是吗？不会，6位数是多少？看交情的，看接下来怎么做。讲钱就伤感情了，但是到5566到现在也快20年了。就是因为这样讲钱才伤感情啊！回去翻礼金簿看他包多少。下面来请电影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荣登本年度国片票房冠军，即将冲破8000万票房。而原先一直在大陆拍戏的男主角曹佑宁终于归队加入宣传，24日时也特地出席了谢票活动，跟片中其他演员包括了陈瑜、林应维等人再一次跟粉丝见面答谢。大家呢还集体爆料曹佑宁喝醉时的糗事。好，正过来左边，最左边。左边这一张吗？谢谢，我今天终于可以以一个学长之姿，好佩服的学长之姿这样子。我觉得这前所未有，一部电影的宣传期拉这么长，我觉得很棒。其实今天有这么好的成绩，今天算是一个庆功。那庆功，小庆功，对，不免说带一些小礼物来。对，我们的小礼物已经送了。对，今天就是曹宁说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惊喜，终于是大集合了，我觉得非常的难得，那就废话不多说，我们把时间交给曹佑宁。哎，你
请问你今天有准备一套那个 Q&A 的那个 SOP 说辞吗？有啊，表演一下，表演一下。各位可可粉，你们好，我是曹佑宁。对不起啊，我先讲，就是抱歉。还有各位，抱歉，就是来晚了。来晚了，有来就好，真的。他们刚刚一直讲什么也不是说一直讲，就是说什么谢谢我才有这个，但不是，其实我要谢谢大家。教他吗？夹胸肌的爱心。这样子把胸肌挡住了就不行一样的，所以你要怎么样？那这样子稍微先夹，好，这样。对，你要有一个动作。胸肌在爱心里面。对。夹胸肌。夹胸肌的爱心，没错。哦，胸肌太大，夹不起来。不起来啦！我觉得合不起来，有点太胸肌太大。胸口的部分，哇，等一下这个怎么罩杯？这个有点可怕。另外一边，对，那个一进来哦，那个他从一确定不能来之后，他就有一直传讯息跟我说，他很抱歉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说，那没关系啊，真的没关系，我们真的就是没有觉得辛苦什么什么的。他真的差不多到第4、第5次之后，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废话，你回来你就请我们吃东西喝东西就对了。然后他还是一直表示很愧疚。然后毕竟我们就是真的有时候那个熟起来，然后人家还一直很客气，就会觉得很sad。这2个月来的那个怒气都发在他身上。趁现在，然后导演我们在最重要的位置，导演在后面，你看，对，导演，因为你可以帮我围对一下，导演在你后面很用力。压力很大，这个是真的，因为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是因为我都没有宣传嘛，然后因为我才会再继续做这个映后的这个活动，对啊，那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特别对不起各位啊，就是各位老师们，对，因为他们其实前面跑宣传，其实跑得很辛苦，那我相信这个票房会有这么好的成绩，也是他们辛苦换来的，对，所以我自己有点愧疚吧，那就是刚好我现在回来了嘛，就是好好请客，对，好好请客是一个对，那就补偿大家，那能跑多少场映后就跑多少场，太辛苦了。那我自己都觉得，我好像跟这部电影好像没有关系，你知道吗？突然，我觉得我变一个局外人，在看他们就是跑一些映后宣传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部电影卖很好，可是好像不是我演的，对，就终于回来了。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